根据这国健署资料显示，台湾成年人体重相当含大考的比率已经超过50%咯。愈来愈侪人有这代谢症候群含糖尿病等等的问题。对民间团体呼吁讲，爱把这有糖的饮料扣税。不过国健署强调暂时未考虑，不过会配合这废物税条例修正，互无糖的饮料免扣废物税。请问甜度冰块呢？最近天气真热，不少人真爱啉冰凉的手摇茶饮料透心凉。也毋过为着提升民众健康意识，未来可能会针对含糖饮料扣税。对此民众的看法真无同。某方面来讲不赞同，因为可能偶尔还是会想吃一些甜。我会选择无糖的。因为它喝起来比较健康。增加这个糖税的话，那相对会增加到饮料的成本，那有可能就是售价端就会提高。那我们是觉得这样是不太合理。根据国健署资料显示，2024年成年人过重还是大考的比率已经达到50.8%，有1/3以上的成年人得到代谢症候群，造成糖尿病盛行率逐年增加。理解认为，除了基因遗传，也跟平常爱啉含糖饮料有关系。临床观察来看，其实糖尿病的病人年轻化，其实很多的是运动不足，含糖饮料喝得多。台湾健康联盟是公布上新调查，有达到73%的民众支持政府比照英国、泰国、墨西哥等国，针对含糖饮料扣糖管还是糖税，阻止含糖饮料过度消费。我们调查中支持糖捐的比例略高于糖税，但两者都支持的比例也不相上下。所以我们认为重点应该是回归健康。目前是没有考虑要推动这个相关的税捐，在推动这个无糖饮料的这个免货物税的这个部分，那我们就一起配合。民间团体呼吁政府，无论是无糖减税，还是含糖加价，拢会当伫政治讨论，将税收到底健保资源还是健康教育中。国健署是回应强调，暂时无考虑糖管还是糖税，也毋过会配合废物税条例修正，互无加糖的饮料免扣废物税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